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9月7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荣耀归主，有福同享。我们要来读撒母耳记上30章21到31节。首先，我们要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。可是大卫说：弟兄们，我们不可这样处理上主所赐给我们的。他保护我们，又使我们打败侵略者。谁都不能同意你们的话，所有的东西人人有份。守在后方的和上阵的应该平分。撒母耳记上30章23到24节。美国的美式足球超级杯是橄榄球迷每一年引颈期盼的大事。基督徒特别多的费城老鹰队，在2018年的2月4号，这队以41-33战胜新英格兰爱国者队，拿下了第52届的超级杯美式足球联盟冠军。这也是其自有史以来首次抱回超级杯的讲座。在比赛之后，费城老鹰队的教练和主力球员，他们接受媒体的访问，他们一致将获胜的荣耀归给上帝。在2017年3月受洗的边锋扎克埃茨，他在决赛前见证说，在没有一个时刻比超级杯更适合见证耶稣，带人来到上帝面前，并感谢队友彼此能在主里坚固。费城老鹰队夺冠后，也有许多的网友留言祝贺，与其同见证从信靠上帝而得的喜乐。无论赢或输，都看见全能上帝步步引导的恩典轨迹。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，当大卫面对亚玛力人偷袭喜革拉城，把一切他们的财物和家眷都掳走，回来他面对这样的一个艰困的局面。上次我们也提到，这些跟随他的人想要拿石头打他，要把他打死。但是大卫临危不乱，他坚定对神的信心，所以他先来求问上帝，是不是能够去追击亚玛力人。结果他使用以弗得来成功的向神求问，上帝也回应说可以追得上。因此他信靠上帝的话语，他夺回了自己的财物和家眷，并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上帝。当上帝给他应许，大卫也带着夺回的人和财物回到比索西。他见到那一些疲乏不能跟随的200人，他们出来迎接大卫，大卫也慰问他们。但是那一些跟随大卫的人，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些所谓的恶人和匪类，他们却说，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，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还给他们，
使他们带去就是了。这些人我们看到他们觊觎这些的战利品，他们渴望分的人比较少，所以他们可以分的比较多的这一些的战利品。他们想说无功不受禄啊，这个原则应该是对的啊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多是理所当然，但是这200人是与他们一同打仗的，仅是说这一次他们疲惫，没有办法跟上，没有办法完成全程，但是他们还是属于同一个团队的，应该荣辱与共。这时候大卫对那些斤斤计较而不念兄弟情谊的部属，他好言相劝。他表示这一次是因为上帝的带领，上帝的保守，所以他们才能够得胜，所以应该慷慨的把得来的战利品平分给所有人，不论是上前线杀敌的，或者是他们虽然跟不上留在后方的，都公平的同得赏识。大卫在这里一直强调说，这一次的得胜关键是上帝他保佑我们，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，因此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。所以我们要看到说，大卫他谦卑，他将得胜的结局是归荣耀与上帝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就定下了以色列律例典章，上阵的得多少，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，应当大家平分。大卫也另外懂得人际相处之道，不只是这些的士兵他们得到赏识，当他在获得上帝给他加倍丰富的赏识之后，他便与人分享，也让那些支持他们的人能够经历到上帝的恩典。所以大卫的行动必使人乐意继续来支持他，与他为友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得到上帝的赐福看顾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也应当献上感恩的祭，与人分享欢乐呢？大卫机警地平息一次潜在人际分裂的危机，因为那卖力上阵的轻视那疲乏无力征战的，而且又提议说不跟他们分享成果，那势必就会引发内讧，造成团队中彼此的对立。但是大卫强调得胜是上帝的恩典，所以坚持平分赏识。事实上，今天教会也常常出现类似的团队分裂的危机。所以当人看重个人的成果，就是我你看，就是我做成的成就，而忽略了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。上帝给你能力，你才能够成就这些事。但是有时候因为个人的傲，会容易轻视那些在人眼中比较软弱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有这一方面的软弱吗？愿圣灵来提醒我们得胜蒙福都是在乎上帝。愿我们能够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上帝。我们来默想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习像大卫一样，在得胜之后也能够将一切的荣耀归于上帝？
或者是我们真正在见证神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最后记得将荣耀归给神。另外，当你领受了，你是不是可以像他跟随者一样分享上帝所赐的战利品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是智慧的源头，我相信你的智慧深不可测，我们要全心信靠你，我们也要深信你眷顾我们的身家性命。你是我们能够在各种危急的情况之下的帮助，也帮助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。愿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，并且你所赏赐的能够帮助我们有那种分享的胸怀，与人分享，而让他们也能够透过我们的分享享受主的恩典，也能够因此来感谢上帝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